风台刷动的速度变慢，离台湾嘛愈来愈远。台湾的东半部是严阵以待，尤其是台东甲南势，拢来现6米悬以上的大风影。花莲的盐寮渔港已经有封锁线，另外花莲的七星潭甲基隆的雕景公园，也阁有不少游客去遐看海影。海巡人员是加强来巡逻，看到游客爱赶紧离开。海影是有够大，受到这个马瓦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中央气象局已经发布海上的风台警报。风台对东台湾造成的风影是愈来愈严重。花莲外海出现强阵风，而且长影有将近5公尺。受风向盐寮渔港透早就有封锁线，渔民伊原袂放心去港边啊检查渔船啊，敢有绑好势。是啊，看固定好吗？花莲的七星潭风影愈来愈大，真侪游客伫遮里看，虽然讲离岸边要真远，不过海巡嘛加强巡逻防止意外。花莲境内海岸及港口为管制区域，为了维护民众安全，在此呼吁民众切勿擅闯管制区域逗留及观浪。盐村对针对真侪风景区拢有封锁线，并且鼓劝民众爱离开。哇！风台上近的绿岛，天顶拢大乌云，风真透。外面来看北台湾，基隆的雕景公园有落雨面啊，海洋拍伫布花顶，互人看到会紧张。马瓦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台湾是愈来愈明显，咱乡亲都要做好防范的准备，离岸边较远的，确保生命安全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。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